上一集排完地盤桿，今集就排天盤桿。排天盤桿，首先要用八字嘅時柱去孫手表嗰度揾出孫手干。本嚟時柱丙戌嘅孫手干係甲辛庚，然後將孫手庚嘅庚字放喺地盤桿嘅丙字上面。點解要揾個丙字？因為要同時干嘅丙字相同。因為個丙字喺中宮，所以孫手庚就要移去2號宮位個地盤寅字上面。排天盤前，先解釋一下庚字同丙字嘅關係。孫手就係甲，甲就係最高領導，而奇門遁甲嘅甲係見唔到嘅，因為匿埋咗喺個庚度，所以孫手庚就係代表甲。如果用一間公司去比喻嘅話，甲就係最高上司，時辰就係佢嘅下屬，所以排天盤嘅時候就會將上司排喺下屬嘅上面，即係孫手加在時干上。而家開始排天盤，天盤係唔分陰局陽局嘅，只係順時鐘排。首先喺地盤揾出同天盤孫手同一樣嘅字。本嚟天盤嘅孫手係個庚字，所以而家就去地盤揾個庚字。揾到個地盤庚字之後，就將個庚字旁邊嗰7個字抄落嚟。呢7個字就係寅卯月辛己癸丁。然後將呢7個字喺天盤庚字旁嘅宮位，即係落書7號宮位，一個字一個字咁順時鐘排落去。奇門遁甲排盤總共8步，上一集講咗4步，今集第5步嘅排天盤啱啱講完啦。下集將繼續講第6步，就係排地八神同天八神啦。後面係冇聲嘅，只係介紹十天干。如果你對十天干嘅認識唔深，可以參考下，有幫助嘅。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